行政院伫5月底推出300亿的租金补贴扩大方案，不过民间团体认为这项补贴措施是无法度解决税出市场乌白白的问题。民间团体甲时代力量伫今日召开记者会，宣布要推动连续计划，内容包括推动税出实价登录、修改囤房税等等，希望中央政府就要重视人民税出的权利。 房价甲物价拢来起，行政院5月底推出300亿的租金补贴扩大方案，7月份开始申请。但是民间团体认为，中央的补贴措施无效，无法解决税厝乌市的问题。都已经接受租金补贴或接受包租代管的房东，他们还是拒绝说他们的相关的租屋的资讯应该登录。 那也不用说，这次300亿发下去的部分，这一些参与的房东，他们的租屋资讯还是不能够被有效的揭露。透过福利的补贴，只不过是要来化解，特别是年轻人因为高房价买不起，因为租屋黑市租不好的怒气。 时代力量17宣布要来推动连续计划，改善厝头家定定无报税，也是用各种方式，互厝卡唔敢申报厝税等等的问题。这届推动的连续内容包括增加社会主体、修改囤房税、全面推动实价登录等等，希望中央重视税厝乌市的问题。租屋的这个市场呢，完全不公开、不透明，所以让我们的租屋主想去这个申请租屋补贴。 却没办法，公益出租、包租代管这些资讯呢，应该先行披露，这样子才能够让整个租屋市场公开透明。Hours 嘛表示，推动囤房税，才会使互台湾100多间的空厝进入税厝市场，市场扩大了后，搁再配合税厝的登录制度，才会使健全台湾的税厝市场。记者郭文霞桂林台北报道。